使徒行传第21章，我哋离开众人，就开船出去高斯岛。第二日到罗地，又对几位去到帕泰拉，在帕泰拉渡到一只爱去腓尼基嘅船。我哋就上船出发，使到又看到塞浦路斯，船就对南边行过，向西利亚去。我哋在泰尼上陆，因为船爱在两位下货。我哋在两位寻到一条信徒，就同基督共下吃7日。基督得到圣灵嘅指示，看保罗唔好上去耶路撒冷。仲係天頭幾日後，我哋還係繼續人類嘅旅程。基督信徒留基督嘅補養子女，全部送我哋到山外，大家在沙灘跪下來祈禱，彼此賜配以後，我哋上船，基督就轉去屋下。我哋繼續向前，對太爾到多利買，向幾位嘅信徒請安，同基督共下吃1日。第2日，我哋離開幾位。去到凱撒利亞，就去傳道人腓利嘅屋下，係在幾位，佢係在耶路撒冷本人選出7個執事中嘅一個，佢有4個盲出家嘅模樣，全部有講異人嘅恩賜。我哋在幾位喺幾日後，有一個先知名按到阿加布，對猶太神來，佢來看我哋拿保羅嘅腰帶，特定自家嘅手腳，講：聖靈按樣講。這腰帶嘅主人會在耶路撒冷本猶太人將按樣踢起來，交本外邦人。我哋一聽到呢句話，就留當地嘅人向下看保羅，莫去耶路撒冷。仲係佢講：你哋做乜嘅叫到按樣？開我傷心，我為到主耶穌嘅名，莫講在耶路撒冷本人踢起來，就是死在嘅位，我也感恩。我哋冇法度看福記，就點下來，只有講：願主嘅旨意得到成就。在幾位喺幾日後，我哋就打包袱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到對凱撒利亞來嘅信徒同我哋共下去，帶我哋去一個塞浦路斯人拿順嘅屋下去，佢上做信徒已經清救。我哋到耶路撒冷，信徒歡歡喜喜接待我哋。第2日，保羅同我哋共下去見雅各，教會所有嘅長老也在場。保羅對佢哋請安，然後將上帝樣板用佢在外邦人中間所做一切嘅事，全部對佢哋報告。佢哋聽了就頌讚上帝，然後對保羅講：兄弟啊，你看情形係按樣，猶太人中間有幾下萬人信主，攏總也熱心遵守摩西嘅法律。佢哋聽講，而教訓所有喺在外邦嘅猶太人，標貼摩西嘅法律，喊佢哋莫留聖人嘅行割禮，也唔是遵守猶太人嘅規矩。佢哋一天會聽到你已經來兩位嘅消息，我哋按樣辦真好呢。這下請你照我哋嘅法去做，兩位有4個人是喜宴，你要帶定佢哋。同佢哋共下去接受結槍禮，推佢哋納結槍禮嘅所費，按樣佢哋就做得將頭那麼剪斷，而按樣做，大家就會對佢哋所聽到關係你嘅事唔係事實，也會對你自家也係遵守摩西法律嘅人，關係信主嘅外邦人，我哋已經寫信嚟吩咐佢哋。唔好食拜過偶像嘅食物，唔好食血，也係客死嘅頭上，也唔好行淫亂嘅事。因為按樣，第2日保羅就帶定幾條人，共下去行結槍禮。佢到聖殿去報告結槍期滿嘅日嚟，就係祭司愛為佢哋每一個人獻祭嘅日。7日嘅期間未滿以前，有啲對亞細亞省來嘅猶太人。看到保羅在聖殿度，就煽動大眾去捉保羅。佢哋喊講：以色列人啊，大家來聽說，兩人得手在教人反對以色列人，摩西嘅法律到了聖殿，佢就帶希臘人入聖殿，褻瀆了聖嘅所在。佢哋按樣講，係因為看到以弗所人提羅腓摩，老保羅共下在上度。
老道保罗是带其入去升天，历时全身烧痛，众人跪下走过来，捉等保罗，将基督对升天都来出去，升天的门即时就关起来。炮民独独相爱刺保罗的事，有人报告罗马驻军的指挥官，讲耶路撒冷全城在炮筒中，指挥官严时带领军队，留几个军官，走等去众人的位。炮民一看到指挥官留军队，就冇再过打保罗。指挥官进前扣等保罗，吩咐用2条铁链来锁定他。他们讲，这个人是乜人？他做了乜嘅事呢？人群中有人喊东，有人喊西，乱作一团。指挥官冇法度查出真相，就命令部下带保罗入营房。保罗行登上石坎嘅时，因为众人占道倾向，并且只有将保罗骑登过去。众人停在后背，太上喊：朱太基，未到营房嘅时，保罗对指挥官讲：我做得老二讲一句话么？指挥官讲：你也要讲希腊话，安样你就唔系前无祈求作乱，带事情嘅炮徒逃走去抗野嘅埃及人咯。保罗应讲：我是犹太人，出世在基利家嘅太叔，并唔是无名受伤嘅公民，请你准我对太宗讲话。指挥官准记。保罗就企在石坎当，对众人约束，大家站下来后，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基督讲话。